Hello，大家好啊！我係 Wilson啊，真係好耐冇同大家更新下呢個頻道啦。唔知大家有冇掛住我呢？其實我真係好掛住大家嘅。最近工作真係比較忙啲，終於可以抽啲時間出去行下啦，叉下電咁樣。今次同大家一齊出發，我哋嚟到英國。第一日嘅行程我哋梗係跑倫敦先啦。第一站當然就係最經典嘅 Big Ben 大笨鐘啦。其實呢個 Big Ben 原本就係裏邊嗰座大鐘嘅名稱嚟嘅。而大家見到嘅鐘樓正式名其實叫 Elizabeth Tower， 即係伊麗莎白塔啦。鐘樓已經喺1859年落成㗎啦，已經有超過160年嘅歷史。以前成日喺電視嗰度睇啊 YouTube 嗰度睇啊咁樣，但係今次企喺現場個感覺真係完全唔同嘅。之後我哋嚟到呢個泰晤士河啦。泰晤士河可以話見證住倫敦幾百年嘅發展㗎喎。我哋坐住呢個遊船遊呢個泰晤士河，我覺得真係第一次睇到倫敦非常值得體驗嘅項目啊！因為好多經典嘅景點可以喺一次過都睇到嘅，喺兩邊嗰度。繼續去玩啦！睇下我哋下一站就嚟到呢個 Buckingham Palace， 即係白金漢宮咯。白金漢宮咁靚，就係以前英國君主嘅倫敦嘅官方住所嚟嘅。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之後正式成為英國君主主要嘅倫敦皇宮㗎啦。大家最熟悉嘅當然仲有喺門口嗰啲着紅色制服戴住黑色紅皮帽嘅皇家衛兵啦，真係好有英國特色㗎。泰晤士河一邊就係 Big Ben 大笨鐘啦，同埋呢個英國國會嘅大廈喎。另一邊就係非常之出名嘅倫敦眼啦。倫敦眼就倫敦眼啦。倫敦眼佢有135米高，慢慢爬升上去可以喺高處嘅時候欣賞成個倫敦市中心嘅。沿住泰晤士河繼續行嘅話你就會發現兩岸好特別，有幾百年歷史嘅古典建築啦，同埋現代商業大廈放埋一齊，嗰種舊同埋新之間又幾和諧嘅喎。喺度睇住呢個大笨鐘我真係突然覺得我哋嘅時間真係非常之寶貴。我喺加拿大做咗10幾年呢個保險同埋理財規劃，經常同啲客人就講啦，啲錢其實可以再賺嘅。我哋嘅時間過咗去就翻唔到轉頭噶啦，所以我哋做好理財規劃，最終嘅目的唔係淨係睇住我哋戶口多咗幾多個零多咗幾多錢咁，而係希望將來有更加多嘅時間同埋選擇去過自己想要嘅生活啊嘛。嚟到今日最後一站啦，就係 British Museum， 即係大英博物館啦。大英博物館喺1753年已經成立噶啦，收藏住嚟自世界各地嘅珍貴文物。入到去有幾樣鎮店之寶，你一定要睇下。其中最出名嘅就係部 Rosetta Stone， 即係呢個羅塞塔石碑啦。因為佢學者先至可以逐步咁破解到呢個古埃及象形文字嘅喎。另外仲有非常豐富嘅古埃及木乃伊，同埋一啲著名嘅阿達龍神廟嘅雕塑添。行大英博物館真係有一種特別嘅感覺㗎。喺呢幾個鐘入邊好似睇咗成幾千年嘅人類歷史咁樣。我哋嘅財富都係靠時間慢慢累積㗎。做咗10幾20年嘅保險同埋理財規劃我越嚟越覺得最重要就唔係追求邊樣投資可以最快賺到錢，而係揾到最適合自己嘅方法，然後長時間去堅持。好啦，英國我哋第一日嘅行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之後仲有好多英國靚景美食同埋旅程嘅，我會繼續同大家分享下。如果中意我呢種一邊旅行一邊傾下呢個生活理財嘅視頻記得幫我 like 下、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如果你哋大家都有關於保險投資又或者退休規劃方面嘅問題都歡迎你哋揾我Wilson傾下嘅。認真工作得嚟要好好規劃嘅喎，亦都要記得去享受生活啦。我哋下一站再見啦，拜拜。